好啊，我又来了，因为什么原因呢？那个，拉萨的那个旅游车辆被2家公司垄断了，2家还是1家，反正个交通产业集团公司好像管着，知道吧？这等于垄断呀！全国旅游车辆是旅行社各自可以有旅游车辆的，就拉萨搞出这种垄断，知道吧？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说一家公司的300多辆车现在到了8年报废时间，然后很多司机跑不了，正值旅游高峰期，300多辆车从市场上调离的话，那我们旅行社到处找不到车，还必须要用藏 L， 就是交通旅游产业集团的那种车辆，知道吧？藏 L 它还单独搞出个 L 号。然后现在的问题啊，就那么几辆车，然后婚胎价格1天2500到3000，你怎么不去抢劫啊？知道吧？抢劫去啊！我们旅行社本来是主导这个旅游市场的人，现在怎么你们车辆变成主业了嘛？全被你们车辆占完，那我们赚什么？然后再最大的问题是，这些车怎么垄断的？然后我们要办边防证的话，边防站那边给我们要求提供路单，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路单，就是司机本人还有他们公司开具的那个单子，他才能跑那个旅行社，只能用他们的车，他们才能开出那个单子，知道吧？单子开出来，我们旅行社拿着司机和单子还有游客全部一起到场，才能办理通行证，知道吧？你一个小小的办证单位，你一个边防检查办理单位，你干好你的证就行了，你瞎参与到旅游业里面干什么啊？你帮他们垄断呀？啊，你用公安职权去垄断旅游车辆呀？那你现在解决啥啊？整个市场上没有车辆，而且婚胎物价，怎么你帮着他们婚胎物价，你有份呀？啊，你牛呗？边防总站边境管理处的处长，请问啊，你这是什么规定？你一个公安干好你的边防工作就行了，你瞎参与到旅游业里面干什么？手伸那么长干什么？这是你该管的事情吗？啊！现在整个旅行社游客签了，然后车辆找不到，然后有的那个几个抢来抢去刚刚说好2500，然后被一个说3000，人家走了，知道吧？啥意思呀？啊！如果青海我们有那个旅行社找不到车辆，我们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从兰州调车，知道吧？拉萨直接用藏 L， 直接外地不能调车，外地车不能在拉萨跑，怎么？你们为了垄断层层相加，环环相扣，想证明什么呀？啊？你们都在旅游业赚钱，都是拿车辆赚钱是吗？啊？垄断也不至于这个样子吧？所以事情是这样子，现在拿着路单不给我们开，我们自家有游客，路单开的人没有，知道吧？旅行社安排吃住，安排自驾游，咋了？有啥问题啊？我们给他提供服务，你该办你的许可证，你什么边防证，你给我办了就行了。你有啥权利说拿个路单过来？我们自驾游跟交通产业局去开路单嘛？他们会开吗？你就是纯纯的在制造垄断业是吧？好，边防总局的处长，我们法庭见，我就告到国家去，问问到底是咋回事。现在我的客人在那个边防总站的外面，知道吧？早上去到现在，不给解决啊！在非法成这个样子，法律学过没？真的，什么单位都想在我们旅游业里面捞一笔。哎呀，你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干自己的事情行不行？你当了个官怎么了？你用得着你的职权拿这个破职权在那到处所有的行业连个非法参与干涉，该办的事情你一个都不办，你想说什么啊？真的是，哎呀，气死了！